超強第六感，狗狗兩救主人。Alert! Your mission, should you decide to accept it, will be revealed at HQ. 如果英國伍斯特郡呢隻狗狗有接受任務，咁就一定係用超強嘅第六感保護主人啦。主人喺今年2月第一次發現 Daisy 異於常狗，平時好少亂吠嘅 Daisy 突然之間坐唔定狂吠，幾分鐘之後，雖然架車撞到爛晒，但係好彩人狗都冇事。主人話：如果唔係 Daisy 提佢，可能會受重傷啊。Daisy 第二次發功係喺上個月27號凌晨4點，佢突然之間發晒癲，喺間屋亂咁走。主人用咗半個鐘先令佢冷靜落嚟，不過 Daisy 就好似想阻止主人落床咁。2粒鐘之後，浴室對玻璃門就。主人相信 Daisy 係一早聽到玻璃破裂嘅聲，如果唔係有佢通知，自己好似平時咁走去沖涼，隨時身受重傷啊！主人仲話 Daisy 平時嘅第六感都好強㗎，電話響之前幾秒就會吠。不過就算佢冇第六感都好，主人由 Daisy 10個禮拜大就開始養佢，有咁耐嘅感情，梗係錫到佢燶啦〜